讲到应做尊重的文化，咱请陈牧师。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。至尊至圣耶和华阮的上帝，阮敬拜你。伫你的至圣所，阮诚做你的囝子，阮享受你的慈爱，认捌你真理的话。阮伫这个所在去做你的圣会，也盼望万民甲阮同齐领受上帝你的福音。主求你，互即间教会成做一个拍开大门、无围墙的教会，成做接纳人的教会。总是伫你要开门进前，恳求你先改变阮的活命，互阮对心中有对人的尊重，对活命的尊重，对上帝你的听的分享。祝福即间教会成做一个尊重人的教会。互每一个来到伫你即个真理的家庭内底的人，因会当伫你的慈爱的内底来享受做你的囝子的欢喜。主求你甲阮三甲伫地，因为今仔日阮要守圣餐，愿即间教会常常邀请人来领受上帝你的祝福，就亲像阮领受你的祝福共一款。主求你的圣神今仔日将你的话写伫阮的心内，互阮诚做有你的心意的囝子，我安尼恳求祈祷，我可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拄拄选举了无偌久，选举有真侪的情绪。选举了后，有人甲伊的囡仔讲：“你莫倒来过年，你莫听过这个新闻无？”这种的选举，当然每一个人拢有伊的期待甲尊重，但是台湾最水就是台湾是一个用稳多元的思想主张甲文化的社会。无论是前年的同运公投，还是今年蓝绿的选举，其实应该讲就是对台湾的前途主张是台湾，还是主张是中国甲台湾合一的人，无同款的主张，拢平平伫即个土地顶悬。有伊的看法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是一间多元共存、彼此尊重的教会。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带咱来回想，因为上帝将多元的文化赏赐予台湾，伫无义的中间，其实咱若斟酌甲想，这是上帝非常水的祝福。台湾今仔日好亲像咱困一醒，台湾变做彩色的。原本这个土地顶悬只有原住民，后来上帝带福建人、带广东人，后来就诚做初期的台湾开垦的历史。但是你斟酌甲想，好像台湾困一醒，今仔日的台湾亲像各种的花蕊拢开伫这个土地顶悬。有外籍的移民，有外籍的移工，兄弟姊妹，早期若带外籍新娘，迄个囡仔伫社会、伫台湾生存，常常是头壳举袂起来。但是台湾今仔这个土地，互真侪无共款的文化的人，因伫这个土地互相学习，互相的尊重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开咱的目睭，特别开咱的心，互咱的教会来学习一个真要紧的功课，就是敬重着三推尊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个圣经只有两段，一段是伫即个箴言，一段是伫罗马书。兄弟姊妹，四句的圣经，第二句拢是金句。伊拢咧讲起尊重的重要，特别是罗马书第12章第10节，伊咧讲敬重着三推尊。少年囡仔听推尊可能听无，推尊的时阵，国语叫做推让啦。看你比我更加需要，看
看你比我更加宝贝，互相客气，互相相让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是一间用听三推尊、用听三接纳的教会，好无？注意听，用听三推尊，用听三接纳。愿天父上帝，这间教会无管款什么种的主张的人，拢会当伫这个教会内底互相会接纳。我听你的主张是咧讲啥？虽然我无同意，但是我尊重你有主张的主张的权利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毋是无意见的基督徒，咱嘛毋是无道理的基督徒。但是我的老师教我讲一句话，讲人会当意见无共款，但是毋通失去彼此的尊重。咱真欢喜台湾这个社会，特别咱的囡仔。因无迄个保护，所以因对新的物件、新的文化、新的主张，有真容易多元的接纳、的开发心。这是台湾的祝福。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就是创意。创意是今仔日这个时代真要紧的态度。所以牧师要甲恁学乐，就是伫恁年轻的时阵。享受上帝所予您开阔的心，去拥抱多元的文化、多元的主张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牧师嘛爱恁有尊重，就是尊敬传统、尊敬历史、尊敬文化。因为历史甲文化的中间，恁会看见人类的错误甲人类的优秀。所以人是活伫这种新旧交接。多元小互相分享的这个世代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伫去年牧师伫3月有3篇的讲道、4篇的讲道，拢来讲起追求信仰的观念、正确的信仰的态度，以及健康的家庭才有健康的教会。今年牧师有愿祝福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愿教会因为恁来受祝福，愿恁的教会成做教会祝福。有健康的家庭，才有健康的教会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有健康的基督徒，这个教会才有活力，它实行福音的传播。主甲咱三个低调，咱的教会哪来哪好？代表讲，我竞选上帝，以忠实的话、信实的话，我将上帝的话放伫我的目睭前，所以我脚前的顶水，我路上会光。兄弟姊妹，咱毋是无主张，但是当咱主张的时候，迄个主张是对咱的约束。这个主张是将做咱传福音的根据，毋是去说别人、审判人、看轻人。有当时咱咧骂人无带太高话，但是讲你敢听无人的话？迄个话其实就是某一种的歧视。某一种的看见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正确来认识咱的信仰的本质是什么。咱的教会伫咱的周报顶悬有印着咱的教会5种的精神，一种的精神讲教会真侪无围墙的教会，这是得当教会对自我的期待，就得当人对这个所在行过，因感觉这间教会是一个欢迎人的教会，门毋是常常关起来。咱的围墙啊真宽，咱嘛真骄傲。咱来去外附近的教会做联合礼拜，咱拢常常讲，吼，迄大门有够细，敢若一个福音车要开入去，都要几啊摆。咱的教会拢咻一下就冲入来，毋是因为咱有真大的门，咱的教会就真侪欢迎人的教会，毋是，是真正迄个本质的内底有听，有慷慨。有分享，愿主祝福咱的教会，咱伫这个所在得到祝福。但是也愿咱同齐去做一间欢迎人、祝福人的教会。这是牧师对心中的期待，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成做一间同心合意的兄弟姊妹，将咱的信仰放伫咱的生活。圣经讲，
有一条圣诗是有一条诗歌安尼讲：我用主的听，真实来听你，因为我看见伫你的内面有上帝的阳光。你会记这条歌吗？咱看人，用上帝的目睭来看人；咱看家己，嘛是用上帝的心意来看咱家己。所以，这尊重是对家己开始，先尊重家己的人，才会当尊重别人。先尊重伊是一个上帝所听过基督徒的身份，伊才会当用基督徒的身份去听伊身边的人。主张甲信念无共款，主张就是我对这个世间的人情世事的一个看法，所以大家人拢无共款的主张。但是信念是上帝所讲的。换一句话，信念的高度比主张较高，毋是咱讲愿意无愿意，是上帝伊所讲，伊的真谛，要真做咱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愿主帮助咱真做真正的基督徒。伫今年，咱的教会送咱一个胸章，带着爱去拥抱世界。阿嘎培，我需要讲，搁再讲，搁再讲，直到恁了解阿嘎培这个字是什么意思。有的人已经知影阿嘎培叫做爱，就是圣经内底咧讲的无私圣洁的爱，是圣经内底咧讲四种无共款，上界重要的听。有一种的听叫做友情，有一种的听叫做亲情，有一种的听叫做爱情，但是有一种的听叫做爱加倍阿加倍。这就是神爱世人、圣洁的、无保留的、神圣的、完全的听。求天父上帝，互咱的教会带着这个胸章，毋是我好看的尔。是讲做一个祈祷，那就你看到十字架，你就想到耶稣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伫今仔日，咱煞接新春的礼拜，咱鼓励咱家己真做一个，互爱成为我生命记号的基督徒。但是我有尊，只要我有理性的时，我就要对人的尊重、接纳、较三听。愿天父上帝帮助这间教会落实。将这个听放伫咱的教会内底，伫教会内底三听无啥物了不起，因为这是必要的。伫家庭三听嘛无啥物了不起，因为叫做个亲人。伫社会、伫职场、伫咱身边无共款需要的人顶悬，伫人的软弱甲需要的顶悬看到咱的责任，这才是真正。会听，愿天父上帝帮助，上帝用真侪方法咧教这间教会，上帝用真侪故事咧鼓励这间教会。咱的教会已经17年，对向日葵学院的工作已经做17年。无论是这时的向日葵中辍生的孩子，或者阴暗的成长营的囡仔，我看到这个同工，因有时是在互这个囡仔欺负甲强要发火啊！但是，这个老师、这个同工、这个妈妈、这个阿姨，因对这个囡仔真正接纳，因无甲这个囡仔来管禁闭，因无甲这个囡仔区隔，这是歹囡仔，这个好囡仔，我较听这个，我较无听这个。我感觉这种的听，对咱的教会是一个祝福。虽然因无讲出来，但是因所做的其实就是一个祈祷，来祝福这间教会。兄弟姊妹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拢认真，咱来伫这间教会内底听今仔日圣经的信息，学习尊重人。咱尊重伊，毋是因为伊好业；咱尊重伊，毋是因为伊
教育程度甲社会地位较悬。咱尊重伊，毋是因为伊将来对咱有利益，咱彼此尊重是因为你是上帝囝，我嘛是上帝囝，咱彼此接纳，无分基督徒、非基督徒。愿天父上帝互咱伫今仔这个多元的世代，咱心中多一点别人，咱的心中多一点别人。兄弟姊妹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多一点关怀外籍移工。台湾今仔日的经济有一个真大的贡献，就是外来的移工，就是因放落因的家庭，孤单伫一个台湾，咧做粗工，咧做苦工。因最大的心意就是渴望，因所得到的薪水，有一日，因会当伫因的故乡起一间厝，互伊的囡仔，互伊亲人来住。兄弟姊妹，愿咱听这出外人，也愿咱关心伫咱的社区内底，有真侪伊的妈妈是外配遮的囡仔，愿咱听因，鼓励因，尊重因，帮助因建立一种的自信。因对心中无感觉讲，我的妈妈是越南人，讲越南话；我的妈妈是柬埔寨，伊讲柬埔寨话。愿上帝将一个多元的价值放伫这个国家，也愿基督徒成做一个摇动这个摇篮，互人孤单的时，因会当伫这个所在得到陪伴，得到鼓励。兄弟姊妹，特别恁爱尊敬恁的爸爸妈妈，尊师重道是一个好的道理。袂因为今仔这个时代少年人较有创意，就失去对尊师重道。爸爸妈妈有一日会愈来年纪愈大，恁尊敬恁的爸爸妈妈，毋是因为恁的爸爸妈妈有权威，是因为你们的生命是从妈妈的肚子出来的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那么尊敬这个土地生态环境，有真侪活命伫咱的观念中间，咱需要尊重伊，因为上帝看伊所创造的万物拢是好。所以今仔日圣经牧师要甲咱讲两个观念。第一个观念就是天国的福音本身就是富足卑微，这是国语。富足卑微，富足卑微意思就是，即使我有能力，即使我有权威，即使我有社会地位，我面对一个伫这个团体内底，真互人看无，但是我嘛尊重伊，亲像我尊重我家己同款。兄弟姊妹，这是咱的耶稣的态度。你若有认真读福音书，你就会当发现内底有真侪记载，拢讲起耶稣看到伊身边的人，伊就唔甘。国语讲，他就怜悯他们，唔甘怜悯，其实就是尊重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耶稣贵为一个上帝神的囝，但是伊来到世间，亲像萝卜，疼咱，为咱死，搁服侍咱。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。所以基督教的教会内底十字架，唔是看好看的。这个十字架是提醒咱，这个十字架有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万世代拢来讲互咱听。求主耶稣将这个十字架的精神教互咱，因为伊讲，既然有人要做我学生，就爱举伊的十字架来跟对我。主帮助咱叫做一个亲像耶稣的囡仔。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跟对基督的人，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耶稣的门徒。耶稣的学生，
咱看耶稣安怎看伊身边的人。耶稣看到人做唔对代志，伊毋是生气，伊是唔甘，伊是怜悯，伊是期待。伊看到软弱的人，无论破病，无论失败，伊对心中期待这个人活出美好。上水的故事就是伊看到撒该，一个真贪心的人，一个真自私的人，但是穷的只剩下钱。撒该就是一个标准的穷的只剩下钱的人，因为伊有钱，但是伊无朋友，因为伊欺负人，所以大家人讨厌伊。但是耶稣知影这个人的欠缺，所以耶稣专工出声甲伊叫，佮甲伊讲：撒该，我要去恁兜，互你请。伫众人的中间，撒该感觉足有面子的，因为今仔耶稣去阮兜，听甲接纳，改变一个人。主帮助咱，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个话足严重哦。伊讲看轻厝边的人，这个人有罪。箴言第20章吼，14章20节，伊讲好嘅人，大家普普坦坦；啊，怂恿人，大家拢一箍溜溜，大家无要插伊。恁是毋是有感觉这个社会嘛是安尼？大家拢爱甲好嘅人做朋友。啊，若讲到因教会内底，拢讲到阮教会内底有啥物人？我有当时听了感觉足好笑。有牧师拢讲到，哦，我捌王雪红，你知道王雪红啥？王永庆因查某囝。哦，伊甲阮教会奉迄个安怎安怎安怎？是安怎？这个牧师无常常讲，我捌耶稣。有啦，伊当然有咧讲伊捌耶稣。但兄弟姊妹，这是人性，人的本性。愿咱伫主的话内底得到改变，咱的目睭拍开，咱的态度改变。咱甲主祷讲，主求你对我的心内，将迄个看轻人的态度，完全甲我洗好清气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无论我拄着心上人，主互我亲像一张白纸，我用完全没有预设立场、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，无用外表来看人。主求你帮助我，多多只有用耶稣的目睭来看我身边的人。兄弟，你爱安尼吗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用耶稣的听。伊讲怜悯人的人有福气。圣经有讲到足多所在，讲啥物人有福气。上要紧的圣经内底有一个叫做八福，有无？但伫这个所在讲怜悯人的人有福气，这嘛是八福也讲因要得到怜悯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圣经来得到新的态度。耶稣讲：恁来用安尼来对待人，恁就是用安尼来对待我。有两种，恁用安尼来看见人，你就是看见我。安听有清楚吗？咱若看见咱身边的人，伊无社会地位，伊无学历，啊，伊无才调，咱就是看见耶稣。因为耶稣讲：你若看见，你若做伫你的兄弟内底迄个微细的人，你安怎对待伊，就是安怎对待我。第二种就是，你若尊重伊，就是尊重我。这就是圣经内底对咱的一个邀请甲要求。尊重本身就是种的听的表现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教会的囡仔，你若看到人咧互人霸凌，你会站出来陪伴他，就算做咱可能无法度完全为伊来做什么，但是上起码，咱无沉默，咱有接纳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大汉的囡仔每一个人，咱用上帝的听来听咱身边的人，听会互咱的家庭有凝聚力，听会互咱的教会有好的见证，听会互这个社会得到改变。我看见上帝用多元
的画面来祝福台湾，我感觉真骄傲。我感觉我身为一个台湾人，我真福气，因为我相信21世纪的下半场，台湾人毋是干那伫亚洲会当食做亚洲的4小龙之首，更较要紧，台湾人会当食做伫亚洲对多元文化更较尊重的一个社会。恁相信吗？对咱开始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。今仔日圣经讲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，敬重人爱彼此推尊，敬重人爱彼此推尊。伫今仔日开始，咱对任何人，拢对心内无虚假，真心的愿意甲伊亲近，无分草地人、都市人、好野人、颂扬人、老人囡仔、帅哥美女。每一个人伫我心内底，我尊重伊，就亲像伊嘛尊重我，共一款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英语的圣经讲 honor one another，honor 的意思就是尊重伊、敬重伊，将伊放伫我的生命中间，当作是一个贵宾、好朋友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我要用一个故事，甲兄弟姊妹来分享。因为伫我咧读这段圣经的过程中间，上着我想到过年前有一个人对咱的教会骑脚踏车过，这个人姓张兄弟，伊住伫咱的街啊，伊是一个有幻想被迫害幻想症的一个咱的厝边。真早期，这个人捌有一站伫咱的教会出入。来做礼拜，有一日，伊甲我讲，牧师，什么叫做洗礼？迄是圣诞节进前。伊甲我问讲，牧师，什么叫做洗礼？因为咱教会圣诞节周报咧讲，若要接受洗礼的人爱报名上课。后来，伊伫礼拜堂要出去做礼拜平安礼了，要出去压手的时，伊甲我问一句话。我甲伊讲，张兄弟，明仔载我来恁兜，我才甲你说明。因为我知影，伊其实对基督教无了解，因为伊还阁咧讲拜公阿妈的代志，所以拜伊去，我想要甲伊上课，要甲伊说明，要甲伊解释。但是伊甲我讲一句话，互我得到足大的感动。伊讲牧师，其实我有洗礼甲无洗礼。对我来讲，拢无足重要。我你安尼问，这要创啥？伊讲，牧师，其实早我的心已经伫教会内底，因为这个人规身躯拢生烂粒啊。伊伫伫讲教会出去，每一摆出去，大家咧压手的时，我咧摇啊，又受到人的接纳甲尊重。因为无一个人该压手的时，手揪倒来，嘛无一个人压手了后，随走去教育馆随去洗手。这个人伊感觉，伊虽然伊的外貌互人看了会闪瞥伊，但是伊讲我的心踮伫教会，我想就是这个意思。兄弟姊妹，这个故事有感动咱吗？我感谢上帝，虽然这个人到今仔日无洗礼，但是伫过年前，伊骑一条脚踏车，亲像伊原底的生活方式。因为伊拢会去落水溪底望鱼啊，伊过一个自我封闭的生活，完全家己封伫伊家己的厝。伊看到我的是足热切、足欢喜，大声甲我叫，因为我已经徛伫咱的礼拜堂的门口这个所在，伊伫迄个围墙啊。我铁门围起来，伊伫外口甲我叫庄牧师，后进去甲伊拍招呼，伊讲庄牧师，我足久无看到你。兄弟姊妹，我甲恁讲，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，上帝将这种的故事，咧教咱读圣经。兄弟姊妹，咱若听一个
真孤单微细的人，咱的天父上帝看了就欢喜。求天父上帝对咱讲话，互咱的教会有三个新的态度：第一，尊重你是基督徒，也尊重你身边的人是上帝的囝子。万物上帝所创造，今咱所念的圣诗第二条圣诗68首，恁就会去听读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有一个新的眼光、新的态度来看咱家己，嘛看咱身边的人。咱无看悬，无看低，咱彼此相听。咱伫这个所在起做一个家庭，既然愿意一摆的人，伊甲咱平平享受上帝听。第二，学习耶稣，接近卑微的人。感谢上帝，互咱的教会拜一到拜五是一间学校，有一群囡仔伫咱的身边，咧成长大汉。这是何等的祝福！因为真侪教会唔知影要做什么样的事工，嘛无能力、无机会，通为着上帝接纳遐个真特别的囡仔。有一摆的毕业典礼，有一个校长讲一句话，已经10几年啊，我到今仔日还会记的。伊讲，这群囡仔唔是袂晓想，是因为因的想法甲人无共款。这群总错的囡仔，伊唔是袂晓想，是因的想法甲人无共款。真正的教育家，真正的基督徒，伊要用正确的方法甲态度来看伊身边的人。主帮助咱，亲如耶稣父照卑微，愈是孤单的人，愈是咱的兄弟。毋是一群闹热的人，真有名声地位的人，伊互真侪扑啊声，咱嘛客客，要沾一点光光，伊是我的朋友。主帮助咱，互咱用真实的听来相听。兄弟姊妹，牧师甲教会送咱迄个胸章，无勉强恁带伫身躯顶悬，恁若愿意。你用基督的心，甲上帝讲，祝福听，诚做我生命的记号。不管别人安怎，主帮助我。这条诗歌安尼讲，我用主的听真实来听你，我用主的听真实来听你，因为我看见伫你内面有主的阳光，我用主的听真实来听你。愿这条诗歌送予你，诚做你生命的歌。常常用这条诗歌做祈祷，伫别人的身躯顶悬，看到上帝形象；伫别人的生命内底，看见圣神的阳光。因为你我咱拢是上帝所创造，看见别人就是看见上帝。耶稣讲：“你安怎对待人，就是安怎对待我。”求天父上帝帮助。刚才咱的教会是草地教会，所以基本上咱较无看见人的观念。但是有的教会是有阶级的呢。悠去英国，有一届真无好的感觉。就是伫礼拜日，伊就找教会要做礼拜，但是伊对细汉到大汉拢感觉，教会本身真高，就是一个真高接纳孤单出外人的所在。但是伊拄到一个真排斥亚洲人的英国人，伊甲伊问讲：“请问你的边仔即个位，敢有人坐？”迄个人甲伊讲有，伊等足久会，佮问讲，即个所在敢有人坐？伊讲有。后来又感觉真奇怪，迄人因为一句话讲，即个所在有一个鬼仔，
坐伫即个所在，用英语讲 ，a ghost， 一个鬼啊，亡灵坐伫迄个所在。当然，这是一个真受拜铁的故事。愿即个教会永远无即种拜铁人，虽然无遮喊啦吼，但是愿即间教会永远无有受拜铁的人。阿免嘛。主甲咱三个弟弟，互咱享受听，甲天父上帝讨。因为伫无意中有时咱讲话对人无礼貌，你敢同意？咱无迄个歹意，但是有时咱讲话会带有审判、看轻、甲批评。求天父上帝将迄种无好的品格，甲咱所无爱遐个言语，完完全全寄当伫咱的灵魂的外口，就亲像咱咧野餐种做的时，咱无爱遐个草仔籽对外面飞落来。求天父上帝对咱的灵魂中间除去迄种对人的排斥、歧视即种的心。求天父上帝嘛除去咱的目睭，因为耶稣讲一个譬如讲，咱常常看到人目睭内草仔刺，迄草仔刺根本就看袂到，足幼。但是你无看到伫你的头前一种傲慢与偏见，就亲像梁木一支大棵影叉扎伫你的头前。人的傲慢与偏见，常常是阻挡人用正确的观念去看待这个世界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耶稣讲：先除去恁目睭前的影叉，然后恁才会当看见。清楚看见，这个世间的事实。求主听咱的话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教咱一个尊重的功课。兄弟姊妹，认真实行伫你的家庭的内底，伫咱的教会，伫教有时，咱整个社区感觉，这间教会是一间无围墙的教会，是一间欢迎人的教会，是一间互人得到接纳的教会。咱同齐来努力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愿将你的教会交行你的手中，因为你是这间教会的主，你是阮的上帝，你掌管这间教会。主，阮为着阮的软弱来恳求你，伫阮的软弱顶悬享受你的智慧、圣神甲气力，伫阮无够个健康的态度甲品格顶悬，用你的保护甲阮洗清气，互阮哪来哪亲像主耶稣。主将阮的祈祷接纳伫你的面前，互阮得到你的尊重，得到你的怜悯接纳，然后我才知影，我要怎样用这种的福分来款待阮身边的人。主，愿今仔日的礼拜是每一个人向你拍开心门的礼拜，愿每一个感动阮的故事继续发生伫这间教会，也伫阮的家庭内底。我来恳求祈祷，我给耶稣的圣名。